文化部参教育部做伙来推展文化体验教育计划，今年是由台南生活美学馆整合7县市学校，有14组的团体去到校园内面，教这囡仔来认捌到在地文化，也提供一个舞台，让学生囡仔来展现到因的成果。 学生扮作福禄寿三仙，戏成满固定角色，嘛到位念4句联庆贺。囡仔搬戏真有班，甲传统外台戏做老家的气氛展现出来，艺术是真正新明星。这回台南小型歌剧团去校园教囡仔歌戏的身段甲味觉，兼戏剧背后的意涵，互因徛起伫舞台顶呈现学习的成果。表演的时候会有很多台词不会，所以就是要慢慢去学习。表演完的时候，我感到很兴奋，因为我克服了这个困难。之前我对歌仔戏完全没有兴趣，但是上完课之后，我就觉得很有趣。我也希望这个传统文化能够继续下去。展现对咱的心灵的敬仰，这个传统戏曲代代相传，没有小朋友知影这个歌戏的水。 另外，剧团利用光影的戏红仔配合在地故事剧情，让学生学习操作戏红仔兼开喙讲台语。像安尼文化体验教育计划，107年文化部参教育部就开始咧推展。今年由台南生活美学馆整合中华以南7个县市学校合作，计共辅导14组艺术团，入去校园教囡仔认捌传统文化，嘛启发因艺术的创作力。我大部分所以尽量用台语来上课。我觉得在课程里面，孩子学会讲一部分台语关键字，我觉得很棒。这些的体验呢，都是在正规的教育课程，让孩子自然的来接触。新歌发表会除了有动态演出，嘛有团体设金门安古粿甲平遥尼泊的单位，让大家体验无共地头来遮分享在地文化。台南生活美学馆讲，未来会招更较侪老师，斗阵甲本土文化向下挺进。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。